今日整個懶人甜品，首先整個檸檬陳皮啫喱，再整一個奇異金果蜜糖啫喱。用魚膠粉整啫喱特別有益啲，入面嘅膠原蛋白對皮膚、關節、腸胃都好。今日係懶人版，用即食嘅陳皮檸檬，亦都介紹埋一個最簡單嘅整啫喱方法。以上就係今日需要嘅材料。首先睇睇呢個即食嘅陳皮燉檸檬先。俾你潤喉㗎。多謝多謝。似咩呢？啱啲喉嚨唔舒服嘅人食咁啊，似軟糖、橡皮糖，唔係橡膠。而家我哋準備55度嘅清水，55度足以溶解啫喱粉，又未至於到60度喎，因為60度又會影響佢凝固嘅喎。簡單嚟講呢，就係2/3係室溫水，1/3係滾熱水，撈埋就差唔多啦。摸落去唔會辣親嘅溫度嚟嘅，即係總共大約200毫升嘅食用水。跟住落大概3至4茶羹嘅魚膠粉，因為啲食物帶有酸性難凝固啲，所以我都落多咗魚膠粉。如果你整啲唔係咁大酸性嘅嘢，可以減半茶羹至1茶羹度。攪勻之後，等幾分鐘，等佢完全溶解。跟住加入大概1湯羹嘅檸檬糖漿落去撈勻。包好保鮮紙，唔好俾佢吸咗啲雪櫃味。呢個份量大概擺3-4個鐘頭喺雪櫃就食得㗎啦。用返呢個方法，所有水果啊、加蜜糖啊，都已經可以整成任何款式嘅啫喱㗎咯喎。我而家再整多一個奇異金果蜜糖啫喱俾你哋睇。首先一樣整55度嘅食用水，呢度大概100g 水，我落2茶羹到嘅魚膠粉，攪勻咗佢。等幾分鐘，等佢完全溶解，跟住加入蜜糖，再攪勻，然後加埋奇異金果落去，包埋保鮮紙，擠入雪櫃大概3至4個鐘頭，食得啦。啫喱入面落咗水果，特別好食。個陳皮燉檸檬同啫喱都好夾，味道都算幾特別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